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利未记19章第1节到第4节，32节到37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明。基督徒应当要成为光明之子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他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他的人都应当要走在光中，成为光明之子。”很多人说旧约的诫命是繁文缛节，一点都不符合世界的潮流。但是呢，事实上，这些人他完全误解了圣经中的诫命。圣经中诫命就如同是亮光一样，是要指明人生的道路，使人走在光明的道路上，成为良善的人。如同诗篇119篇的经文告诉我们的，上帝的话语诫命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生命的指引。利未记19章第1节到第4节，32节到37节这样子的说道：上主吩咐摩西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宣布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上主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。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孝顺父母，要严守安息日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你们不可离弃我去拜偶像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你们要敬重老人，在白发的人的面前恭敬侍立。你们要敬畏我，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你们不可欺负住在你们国中的外侨，对待他们要像对待以色列同胞一样，要爱他们像爱自己一样。要记得你们曾经在埃及寄居过，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不可用不公平的度量衡欺骗人，要用公平的秤尺升斗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。我从埃及把你们领了出来，你们要切实遵守我一切的诫命和法律。我是上主。基督徒要追求光，才能免除于被灭亡的可能，因为有光才能引领我们去领受永生的生命。约翰福音对于上帝的儿子有非常深的提醒跟教导。约翰福音3章16节到21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子，要使所有的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信儿子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的独子。光来到世上，世人因为自己的坏行为不爱光而爱黑暗。他们被定罪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做坏事的都恨光，不接近光，因为怕他的坏行为被揭露出来。但是那依照真理做事的却接近光，好显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做的。福音就是要将属天的光赐给世人，使人能够亲近光，得着永恒的生命。
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我向你献上祷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只信靠你。求你使我不致失败蒙羞，不让仇敌向我夸胜。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失败，失败的是那一些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把你的途径教导我。求你引领我走在你的真道上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日夜仰望你。上主啊，求你记得你的仁慈，记得远古以来你所显示那不变的爱。求你饶恕我幼年所犯的罪过。上主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和不变的爱顾念我。上主至善公义，他只是罪人该走的路。他引导谦卑的人走正路，把自己的旨意教导他们。他用信实和不变的爱带领所有遵守他的约和他命令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追求光，跟随光，走在光明的道路，追求学习上帝的良善，成为世界的光，来见证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